你好，就是我那个有点不舒服，我感觉有点发烧，然后尿尿有点痛。好，那我先帮您测一个体温啊，38度9。然后我尿尿有点痛。可以看一个急诊外科。好，3啊。黄医生您好。哎，以前过来看过，今天的话症状有点加重。什么问题？孩子发烧吗？现在？我就是孩子。啊，是你啊？怎么？你几岁了16岁了。原则上是要父母来看的，你爸妈没空陪你看啊。没有必要叫家长。很贵。可以，你坐嘛，随便坐啊。你说什么问题？我现在有点发烧，那个尿有点痛。你裤子脱了，我看一下，侧过来，自己脱了。我看到上写的表皮发炎。那我天天洗澡。不，天天洗澡看怎么洗。啊，挺好的，看着没有什么啊。可以穿。可以穿起来。我看到网上都说这是什么淋病感染。不能这样。对，有一些是泌尿系感染的，你自己网上查了，是发现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跟淋病感染的症状都对应了。你有这种生活史吗？啊？有